历史上的今天，有没有在看呢？1958年，中华民国47年8月23号，金门呢发生了823炮战。中共人民解放军炮击，那弹着点很多呢，很密集。然后到后来单打、双不打，单号打，双号停，后来就停。因为美军呢有第七舰队了，要帮忙守护台湾。可能说是因为美国要帮忙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刺激到这个中共要攻金门啊，进一步想要攻台湾，就是要让台湾啊、澎金嘛，不让美国人控制啊。